A 股迎嚟咧真正嘅機器人第一股啦。宇樹科技咧就正式登陸科創板啦，掛牌估值咧610億元啊，十分驚人啦。不過有好多香港咧冇 A 股戶口嘅朋友都可以問我我哋買唔到宇樹科技啦。香港咧有冇啲平替嘅一啲或者直接受惠嘅機會咧？我哋今日咧就盤點4隻因為宇樹科技上市咧而迎嚟巨大潛力嘅爆炸嘅港股啦。記得先按讚 subscribe， 我哋咧馬上開始啦。首先要講嘅係宇樹科技最大嘅一個外部金主美團咧透過旗下嘅投資主體啦，係宇樹科技咧最大嘅外部機構股東啊。隨住宇樹嘅高估值上市啦，美團淨係呢筆投資都可以擁有一個直接非常豐厚嘅資本增值嘅回報啦。除咗直接賺錢之外咧，美團仲更加咧睇重呢個協同效應嘅。美團嘅核心嘅業務咧就係外賣同埋本地生活啦。喺智慧物流咧同埋無人配送嘅一個場景之中啦，宇樹嘅四足同埋呢個人形機器人具備咧極高嘅一個商業落地嘅一個嘅潛力啦。呢個咧係對美團嘅一個未來咧降低成本啊，同埋一個增值嘅效益咧係一個巨大嘅一個嘅幻想空間喺度嘅。第二隻受惠股咧係港股市場中咧人形機器人嘅第一股啦，優必選啦9880啦。作為港股咧係唯一一隻純正嘅一個機器人嘅本體嘅製造商，優必選咧無疑咧係成為一個資本嘅替代嘅一個嘅目標啦。宇樹咧帶起咗成個嘅熱潮，極易咧觸及港股同類嘅一啲嘅板塊咧，有一個日價一個追捧喺度啦。優必選咧直接受惠於咧板塊資金嘅流動性嘅一個追捧啦，帶動咧整個嘅估值咧水漲船高。第三隻咧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就係騰訊700啦。騰訊咧唔單止咧喺上市之前咧私募融資階段咧已經開始咧重金咧去參與啦，旗下嘅投資嘅公司咧更係宇樹呢次嘅 IPO 嘅戰略配售投資者之一啦。騰訊咧唔單止咧係睇中咗啦，上市之後咧帶嚟一個嘅股權嘅一個嘅回報啦，而係宏大一個具新智能嘅賽道啦。騰訊目前咧大舉投資嘅實體嘅頭部機器人嘅企業啦，宇樹今次嘅成功上市啦，進一步咧可以深化到咧騰訊嘅 AI 大模型咧同埋呢個實體呢個機器人喺呢個軟硬整合嘅生態佈局。等呢個 AI 喺呢個物理世界咧找到一個最強嘅一個載體。最後同大家啦帶嚟第四隻嘅隱藏嘅受惠嘅股票啦，就係小米集團嘅1810啦。小米創辦人雷軍旗下嘅順惠資本咧喺早幾年咧已經慧眼識英雄，喺呢個宇樹早期咧係一個嘅核心嘅一個投資者之一啦。更重要嘅係咧，小米自身咧都係積極咁研發緊仿生嘅機器人啫。今次咧宇樹高估值嘅上市咧，唔單止咧為小米係咧帶來可觀嘅財務嘅一個嘅回報喺度啦，更加讓呢個市場咧重新評估咧小米自身嘅機器人啦，同埋 AI 潛在價值啦，發揮出強大嘅一個協同效應喺度。總括嚟講啦，宇樹咧今次上市咧燃點咗整個機器人嘅一個板塊嘅熱情啦。雖然咧我哋冇法咧直接啦參與 A 股嘅 IPO 啊，但係都可以透過美團啦、優必選、騰訊同埋小米呢4隻股票咧，一樣能夠分享呢一波嘅火箭爆發啦。你最睇好邊隻股票嘅後續嘅爆發力？歡迎咧喺留言區咧就告訴我哋啦。我哋咧喺下一次嘅短片咧再見啦。想加入組群咧一齊討論股票，WhatsApp 我哋去查詢啦。韓國嘅 SK 海力士就狂升喎，於是咧你好醒目咧咁買入港股嘅7709，即係南方東英嘅海力士2倍槓桿產品啦，滿心